安那拍什么谱啊？我甲你讲啊，嘿，讲啥？我就讲咱做适合唱歌唱节目的啊。啊，我嘛那感觉呢，足侪人拜托老话，对，做人老话，而且收听的嘛真侪，惊着呢。原本想讲就是咱特别啊，就是新的集数，伫迄 Apple Podcast 你若找台语，可能讲袂第一礼拜就伫上头前，结果咱迄集伫上头前呢，我甲你讲，哎呀，真正是拍破。等于是大家安尼认真认同咱的歌声，哎，讲拢袂歹势，等下单对讲，今日是毋是有要落雨？好啦，加话莫讲伤济啊，听众朋友就互咱继续唱落去，会是唱落去，是唱落去，听众朋友就互咱继续唱落去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、失恋、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也是你有啥物新的资讯想要互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嘿啦，佮你发明新台词啊是？你这是毋是要佮随无情业配？发现新台词是咱以后为着新词所做的一个动画，嘿，歹势，业配是你的哦，对，毋是要你即马摕来发现新台词。然后没有，阮之前有讲到，咱有迄新词的思考，啊，有针对新词，就是做一寡动画，无论是讲去街访啊，还是讲就是动画就对啊。到阵来阮 YouTube 频道看，你就知啦。嘿啦，好，今仔日有一个人哦，顶礼拜迄集毋是顶礼拜，或者是顶一集听了写批来啊。这个人就是咱真熟悉迄个高雄的王来，有我讲有人做熟悉，咱两个是熟悉啦。好，我先来聊咱王来写的老话，这真长啊。王来写的老话是啥？对，王来写的话，简单来讲嘛是一张短短的批啦吼。好，来听落。黑白边您好，我是高雄的王来老师。昨暝要困进前，听台语台的 Podcast 节目。黑白边的歌声，互我困甲正落眠。迄感觉呢？迄3字就甲我画掉哈。听到台语歌谣即个主题，真是欢喜。拄好我即学期有开一门课，号做台语流行歌曲研究。小解一寡现主时的学生囡仔，拢真少听过台语歌。万好听的台语歌曲会当流传落去。虽然毋知影学生囡仔敢会当接受遐济，不离过传承台语文化是我做老师的责任吗？其实吼是我家己爱唱啦。咱上课咱唱是真爽快哦！我想着我细汉时阵捌念过一条囡仔念歌，想要甲大家分享。黑白边18、9岁尔应该是毋捌听过啦。期待后礼拜佫听到黑白边优美的歌声，用优美的歌声来扰乱我的耳啊，请刷落去唱。哇！先甲咱学了，佫甲咱讲，咱优美的歌声扰乱到当作无写。讲来你啥物意思哈？你佫家己毋倒来录音佫听。然后没有，因为阮原本无听过即条歌，想讲叫王来甲你唱，结果伊讲伊会歹势。对咩，免歹势啦，王来。对啊，你若录音来，阮若是甲你放出去的。嘿啊，大家也毋知影是你。线顶2300万的网友拢会听到，看这2300万的网友拢会听到你的声。好啦，白白你会晓唱无？你唱一个啦。我去网络顶听啦。我拄则有看到你做功课，所以你应该王来回事咧，可能甲你细汉听无遐尼成。所以讲你是有大姐影片互有呢，就我看看，我嘛是感觉讲。真困难呢，对啊，你来加减唱一下就好啊，有成就好啊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兴趣吼，就是伫咧 YouTube 面顶拍摆几大堆，真古锥呢。对，好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问一下吼，敢有限定15秒？无啊，你就甲唱了啊。这念歌尔，敢有版权像？叫迄个作者出来，这种对咧，这种念歌到底是要去倒位找作者？毋知，这种歌谣，不可可安尼，不可考，不可考。你真可考啊？对无啊？你才可考，无啊人念可古啊，所以是不可考安尼。我是安尼想啦。我是你讲迄华语的谐音笑话啦吼。毋通一直讲华语，好来听唱，你莫讲遐济，紧唱。你当作迄第一有心理准备啊，紧唱啦。好啦。噔噔噔噔噔，阮是排骨仔队，你嘛是排骨仔队，张开，腹肚若水贵，双支手金刚腿，双支骹草苗腿，人叫阮是排骨仔队。你唱啊悬。
是要哪唱？我本来想讲要甲你合，我本来想讲要甲你合音一个，结果无法度啦，无法度，敢是你的问题。是我的问题对啊，所以我讲无法度啦，我无得甲你合音。好啦，王来，我已经唱啊。王来，你唱歌，互你听是毋是倒呢？乱讲诶，迄公司台语台的地址伫遮吼啊，中秋要到啊，我著讲到遮。我讲笑诶，旧年有人寄油仔阮食，今年阮会惊着，毋通阁寄来啊吼。听种朋友有足侪物件他食诶吼，毋免，已经食到安尼，迄叫啥物啊？食到肥肥叫推啊，已经推啊，毋通阁寄来啊吼。好，过来，咱延续咱顶一集的主题，咱继续来唱一歌，就是顶一集无唱了的歌曲。好，首先即条你这是啥物？我无，我哪像有听过？有啦，这细汉的时阵，定定听阮爸咧唱。但是我是10万箍啊，你是100万啊，你会较济100万啊！你无听过迄10万箍？为着10万箍，拢是为着10万箍啦。我迄伤过悲啊！阿母啊，阮这较欢喜。阿母啊，今仔日王啊写啥物啊？我想少年人无听过。你讲，阮阿嬷甲我教啊。可是阮阿嬷教。你唱100万。若是我有100万，嘿，我要坐飞轮机，我要游世界，夏威夷晒太阳，日本食寿司。就是这条啦。100万敢有够？即嘛可能无够啊！你讲要去夏威夷机票偌济钱啊？毋知啊，我无去过。但是去遐着拢一直倒伫海边，可能100万有够。就去日本，就敢去一个所在食寿司，安尼可能有够。100万去日本有够啊啦！伊搁要去夏威夷，搁要去倒，搁要去遐一个所在呢？就搁趁100万啊！你讲100万才好趁的哦。你刚才先借我10万，无，我这个你就10分1尔呢。你也知我有100万，你可能有哦。无啦，恁爸定唱，我有100万支头毛。看我这，我错看觅。好啦，讲伤济啊，后一条啦。后一条是啥？暗头仔水鸡。夹，迄条啊。嘿，对，安尼免唱。你来唱一下，唱一下。暗头仔水鸡上爱食倒阮。夹。参头参尾，四界伫咧顺。好会笑。行。你唱啥？你乱去啊啦！哎哟，我你的版本是啥？日仔头尖啊落山后，田仔头田仔尾，水鸡咕咕吼，水鸡咕咕吼，就吼的声音，安尼啊。听种朋友这有足侪段的啦。听种朋友听个啥想讲真个人。喵 cosplay。毋通阁笑落啊！但是到时阵会伤喘。过来要来唱一条，应该是大家拢会晓诶。嘿啊！噔，一个来说小姑娘，无情怎伊就会叫，头壳咧滴去，无听爱你是嘿是你嘿毋着所在啊！无听后面我会叫，嘿咻，歹势，听即首歌时阵嘛毋通，就是找即种会扰乱你的节奏的人。你到时阵迄歌拢唱袂落去，好较正经的吼。无我想讲，就是这个节奏，就是一直嘿吼，可能是你嘿嘛，嘿着所在啊。你搁安尼嘿咧，我着嘿久啊！你讲唱甲嘿久，我你讲。好啦，真会死去。过来嘛是要结婚啊！这结婚就是一直甲落去啊。嘿啊，无一直落去。要嫁去倒？来，这个你念。好哦，我来配合你啊。新娘水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后面蹦面芳，面芳无人买，阿婆捡去洗，洗一个乌水皮，真厉害！那接着秀才，这细汉时阵拢咧念呢，是毋是咧跳的竹架的时候有你用？我毋知，我感觉是看电视，就是囡仔人拢爱咧念嘛。但是奇怪，以前嘛毋知念这会当创啥，但是感觉做趣味的。就是有新娘啊，念者较闹热的感觉。你讲新娘出嫁的时阵，你念这哦？嘿，无咧，无啊，无当时会念。阮伫咧耍的时阵啊，就是看到迄查甫囡仔耍咧办公会啊时阵啊，若是有一个演翁婿，一个演某的戏啊，我就是你对啊，嘛是结婚啊，嘛是咧演结婚的时。
哦，我这我就是看戏剧啊，内底就是有新娘啊，囡仔就伫咧伊后壁呢新娘新念娘水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暗夜无一般。米芳无人买好。我也想这个，咱后壁个做这歌的呢。这个编排你是挑故意的了。一个人先拄来山姑娘要出嫁了，就用新娘水当当。过来就是有孝的新妇是三顿烧，不好的新妇是过路摇。摇你的摇你减一句啊。哦哦哦哦，是毋是安尼唱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对。嗯，我晓，这以早迄相甲我讲的，迄是啥物番薯仔干的歌？番薯仔干是啥物？番薯仔干，你毋捌听过哦？是一种食的物件叫番薯仔干。毋是一个干，一个干毋是做干做干的干。哦，番薯仔干，伊的歌。是哦。就听讲迄个年代即条歌做唱的，所以大家拢会晓唱这倒退路。哦。对，但是这看起来拢较大人的歌呢。就细汉听的啊，无咧。咱还有几啊条啊，像迄 T.O.O 啊 ，T.O.O 你会晓？ T.O.O 要落雨，阿公啊也骨头要骨，毋是骨头，阿公地头。我本来已经准备好那个我本来准备好迄要滚要学啥啦？我要甲你合音嘛，结果唱毋着去。我骨头啊是啥？我摕拳头甲你整。骨啊骨，骨啊骨，骨着一尾旋流果，伊都迄药真正趣味。你嘛真趣味啦，我是安尼感觉。多谢你哦。你今日的表现真是，我毋知要讲啥。好啊，过来这嘛，这嘛大家拢会晓。嘿啊，点么歌？念着卡，叫阿爸，要滴卡，滴卡裤啊滚暖暖，要几囡仔流水暖。这敢若迄合唱团咧唱的歌。对，这阮合唱团咧唱的。哦。西北风合唱团敢有唱？我感觉应该嘛有哦，就是西北风滴滴落，一粒鱼要带某，古代兄拍路鼓，每人无土杀手。花金菇伫倒？什么找无咯？看紧来花金菇，最好是因来照咯。照咯还是照咯？来照咯。来照咯，是要叫啥？花金菇啊！来照咯。西北风滴滴落。网友听听想讲，伊细汉干嘛咧唱？迄个歌曲全部叫来废去啊！听无清楚啊，家己去网络顶找哦。哎呀，阮这就是一个版本啊，引起恁的兴趣啦吼。无你甲恁听听咧，去听原版了，感觉阮唱的较好听。嘿啊，无啦无。你食甲讲，食甲讲，绝对是原版较好听啦。这啥？这我袂晓。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为着过三顿，搞啥呢？应该是。啥物车到田中，行到田中，为着过三顿，毋惊田水冷霜霜。咱是毋是要用倒数啊？听众朋友，恁倒数是无效的哈。这是恁要求阮的，叫阮唱的吼，这拢是听众朋友的点歌。对啦，阮嘛是真无愿意呢，阮做委屈的呢，恁知无？讲家己是歌手，结果即摆做委屈的。花金菇是毋是还有一个？有啊。对啊，拄则咱迄花金菇来照咯，嘿，来照咯。还有一个啥？花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，食金蕉，金蕉冷冷，毋是用配啊，配冷冷。哦，食冷冷，毋知呢。阮是配金蕉啦，是哦，对啊。啊，过来是茶烧烧配金蕉，金蕉冷冷，食冷冷，冷景爱八壳，换来食芭乐，食芭乐棒庆记，不，看起来像，哎呀，黑白豆。我安尼到底要食啥？袂歹的，请花金菇食这个物件。哎呀，讲到这，你今年敢有看到花金菇？无呢，要去搭看。去个有水的所在啊，清气的水啊，暗暗的所在啊，暗暗的所在哦。我即摆住山顶，阮遐拢有呢。真是水沟边就有啊。
所以你为恁兜就会当看到有火金菇。阮兜是无法度啦，但是阮兜会登去阮兜的路是有看到。我迄工惊着，因为有一个物件飞来我的手上，哎呦，加住，加死！结果伊那尻川会发光。哦，啊，我这有火金菇呢，惊着。哇，呢代表遐就是足清气的啊。阮外面的厝进前嘛有飞火金菇来啊。啊，阮兜较早嘛有哦，而且佫是停电的时阵。停电的时阵有火金菇来。因为足热，所以大家都甲门拍开。是哦，嘿啊，你敢有甲伊飞入来？你敢有甲伊就是掠起来用一个地底起来，了伫咧天棚啊，到时阵就会使读册。无呢，敢若一只无够哦。你知影你讲啥物故我事？知，我可能细汉嘛，无遐尼认真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毋知，你讲啥物故事诶？你去查者哈，有一个古早有一个真有效诶人，伊掠个火金菇。我迄当阵看着感觉讲。夭寿，这火金菇出来，恁敢知火金菇出来是要创啥？是要交配？吹盘，对，是要交配。伊咧交配阵叫你掠起来，啊，全部工诶，你家己关做伙，夭寿哦，真粗残，真粗残。一个好好诶故事，互咱家己拍起。现实就是遮尔残忍。好，过来，这啥物啊？牛肋歌是啥？牛肋歌哦，对啊，要安唱？哦，即条我是迄网络顶查的，你敢知影谁有唱过？谁啊？我甲你提示一下，嘿，就是迄真贤唱歌啊，滴一顶帽啊，迄单雷，毋是查某诶，凤飞飞，无讲伊诶台语，凤飞飞，无毋对，伊有唱啊？伊有唱过。啊，这边安唱我敢毋知影。哦，迄小可加，所以我唱起来就是唱第一句就好。哦。头顶那滴泪啊话，我知。哎，对，呀日头啊话，你哪有唱作假？你唱作悬的，是哦。你老讲作假，我想讲头壳我你倒咧。你知我逐工拢咧撸这耳啊，唱甲倒咧，结果我特别你加大时阵，拢听到迄耳的声，哭哭哭。代表你这姿势无好。听众朋友，恁敢有听到阮固定拢会出现一个耳的声，咔一声，啊，佮有迄手的连仔的声，拢是乌边的声啦。毋通讲出来。好，这牛肋歌，我毋知呢，可能较袂晓唱。后来个我知，这 A B C D 到家己这我会晓。好，换你 A B C 到家己，阿公我坐回轮机，摔一个轮机，叫医生来解医，医一个脚骨大细机啊，大细机。你哎，偌久啊，佢小可这走对袂起来。无要紧啊，咱唱遮济啊，这拢是咱平时你耍的时阵你唱的歌。啊，但是恁敢有迄就是细汉就是阿婴仔的歌，叫囡仔你困的啊？无啊，我都困起啊，我哪会记哩？啊，你无看恁老母伫摇别人？无。阮阿母哦，阮阿母摇囡仔拢用骹啦，拢用骹你摇啊？嘿啊，就哪摇啊哪做工课安尼。摇迄哪啊？还是摇车啊？应该是车啦。你以前敢有迄两支的啊？中有一个竹拿，竹拿内底放屁安尼摇迄种。阮兜迄年代无安尼早。我伫瀑布灌快点。来唱一个摇囡仔的歌。好啊，这就是这大家拢会晓啊。依依困，一暝大一寸。依依笑，一暝大一笑。啊，等下呢，依依困，一暝大一寸。依依笑，一暝大一笑。啊，迄挂耳机耳啊崩去吼，迄个甲我无关系。所以这无旋律咯，无啊。依呀依依困，这是别条啊。一暝大一寸。依呀依依笑，一暝大一笑。这是毋是后壁即句是毋是连做伙？要行日落山，抱行去面看。等为虾米你唱起来遮尔悲啊？你是阮心肝。上尾一句是啥？毋知呢，袂晓唱到遮尔。这囡仔困可能惊起来，惊者妈妈。是阿母是发生啥物代志我啊？母也是安怎？发生啥物悲情的代志？好啊，啉啦，这是囡仔就会起来，
摕灵管啊，牛灵管啊，讲好啊，老母互你啉啊，哎呦，讲到啉嘛有一条歌，你敢有听过？啉啥？杯底毋通饲金鱼啊！你敢有听着落雨声？毋是啦，是毋是别人在？是别人，是毋是别人在叫我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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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思念的心情无地放。你有要唱后一句先头前开，用唱的唱过，对啊。闪烁的目眶内底讲悲惨，互我心肝头是听几工。欺骗的话，莫个讲遐尼多。找一个这要甲唱了熟悉的所在，袂当搁唱啊！这是版权。较真紧，你袂歌你知？啊，就迄个小酒一杯，能杯三杯。当作是笑亏，对啦对啦，就是即条歌啦。你你敢是真诶讲即条？无啦，啉啥啉啥？杯底毋通饲金鱼啊！杯底毋通饲金鱼。差不多。安尼哦。我就一直杯底毋通饲金鱼。别个歌词我袂记得啊。你也好，你讲这也好。无啊，逐个去找啊，大家去找啊。重点是因就是要听咱唱，无呢。因所有的重点就是要听咱的歌声。我都袂记你安怎唱啊，歹势。啊，你敢有听过一条《寒仔捡河流》？无，我敢若听过《寒仔加小金》。寒仔加小金要安怎唱？无，这是一句谚语。溜溜溜，寒仔捡河流，溜溜溜，寒仔捡河流。拢总捡偌济，哎哟，拢总捡两尾，一尾煮来食啊，一尾顾目睭。谁爱顾目睭啊？听起来都恐怖诶。对啊，伊细汉时阵谁爱捡河流来顾目睭？伊是毋是目睭受伤？目睭受伤毋是就是爱用喙烂伫煎？哇，迄朱自清因老母，迄是乌色啦。啥物啦？伊目睭到底讲啥？伊目睭有迄目病啊，就是因老母就是用指甲剪了，伊诶目睭就好啊。真诶哦，这国校诶时阵毋是读册拢有咧读，还是国中？无啊，上少年啦，无读过。迄朱自清是背影啦，因老爸有摕柑仔，迄是去买柑啊，买柑仔。然后甲去目睭有啥物关系啦？好，无代志，重点就是有咱诶代志，有咱诶代志。咱唱遐济，结果拢无唱着咱诶新歌啊，对呢，对，咱囡仔歌较济条着20条，嘿啊，咱一条拢无唱着。因为是讲咱细汉听呀，咱即马已经大汉啦，所以是即马囡仔咧听咧唱诶。即马囡仔歹势啊，我18岁尔，我都无生囝。好，先来唱一个我上喜诶。好，这就是两只海霸啊，两只海霸。对啊，来啊，来唱一个啊嘿。好，两只海霸，两只海霸，我袂唱，毋是安尼啦，这是另外一条。无敢唱，你唱一个。两只海霸，两只海霸，咬受水，咬受水。一只目睭圆圆，一只巴肚肥肥，要食鱼，要食鱼，就是安尼啊。我拄仔唱做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咿呀咿呀哟，我来唱后一条啊，唱毋着哦。我来唱后一条，会晓。好啦，接咧唱啦吼，接咧唱。这是咱新编的歌曲，就是用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咿呀咿呀哟。阿母伫网络买啥物？咿呀咿呀哟！阿母伫网络买啥物？咿呀咿呀哟！一条500块，两条1000块，买一条买两条，买到厝内几多条？阿母伫网络买啥货？咿呀咿呀哟！我中间变做 rap， 这敢真正是安尼唱，咱会去互咱的编词的人甲咱拍无？无要紧，伊可能无咧听咱的歌。嘿，阿燕，你若伫线顶有咧听吼，歹势啊，阮唱了无？直接甲台语录回去咧。既然已经回去咧啊，无咱就继续唱台语录，唱的另外一条，我嘛做介意的，你会晓？古水的目睭，古水片，拜拜拜拜。这毋是囡仔歌，这个是变 rap 啊！你紧唱紧唱，古水的目睭，古水的鼻。古水的目白，古水的鱼。哎呀！嘟嘟嘟嘟嘟，做 baby。古水的囡仔，干嘛呢？古水的囡仔就爱食豆花。
啊，无果水都无通食就对啊啊，阮细汉时都会讲来果水来食这食这。哦，讲到豆花，我想到一条豆花的歌呢。哦好，你唱我唱一下啊哈。好，豆花车倒倒，一碗两角半，小小一碗来，凉凉阮无爱。等咧，啊，迄大口袋炒韭菜有这两句，大口袋炒韭菜。小小一碗来，冷冷阮无爱。可怜这拢是安尼啦，拢爱食烧的，无爱食冷的。汤就是爱啉烧的啊，豆花汤啊。大口袋炒韭菜，炒韭菜，我无爱食韭菜啊，所以我毋知啦。啊，菜嘛爱食烧的啊，敢有人要食冷的？泡菜啊，韩国泡菜，迄就无共款啦。迄种现在即摆个拄囡仔我变做食物件的节目啊。到底今日即集到底有偌条？啊，无食饱来表演一个才艺咧。哦，好啊，讲到迄囡仔吼，对，较早囡仔无啥物好耍，爱耍沙包，沙包耍沙我知啦。嘿啊，沙包甲迄沙沙生生的甲伊包起来。沙包是内底包迄绿豆，较早是红豆沙啊，即马就是包米啊，敢无会包绿豆的？绿豆较芳啊。可能嘛有啦。每一个所在的沙包可能无共款，哦，就是沙包要创啥？哪耍哪念迄念啥？口诀，口诀，嗯，你念看觅。好，一放鸡，二放鸭，三分开，四小读，五打힘，大힘，六拍手，七蒙片，我袂甲伊加掉，你想的这我会甲伊藏落。七蒙片，哎，阿伯要创啥？哎呀，你毋是讲你会晓？爸要创？我袂记得啊。9口鱼，10口起。爸是啥物啊？听众朋友你家己去找哦。我感觉阮两个已经录袂落起来，会当唱的歌阮两个已经唱了啊，嘿啊，差不多啊，想尾啊，上尾，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阮即摆有伫找迄新的囡仔歌。啊对啦，对啊唱歌的部分，对，顶一集已经有讲过啊，自即摆开始会当就是点歌点选。啊，你若是有问题，会当来阮的马掌遐看，阮拢放伫上面顶。无毋对，上面顶的物件拢会使看，啊，你若是有问题嘛，会当去咱的歌迄个网站去问迄个小编。对，啊，伊嘛有整理迄基本的问题，一寡人有啥物问题，譬如讲爱写啥物字啊、台文字啊、华语字还是啥物，对对这问题对对，基本的拢会当伫遐找着。欢迎恁写过来，到时阵恁若有着顶拍这 MV， 阮会当佮唱一遍互恁听。哦，白白唱互恁听，迄个人想讲拜托，莫互恁千万毋来唱通安尼。一条好好的歌，甲我唱甲安尼飞飞去。好啦好啦，听嘛，唱歌唱就爱来食饭啊哈，哦，食饭啊。奇怪，肥肥老卵，奇怪，宜兰的迄朋友拢无人来讲伊有啥物歌呢？对啊宜兰敢有啥物宜兰的歌？啊，朋友，敢若丢丢当，听朋友迄若有迄人去阿迪的节目的时阵，甲伊留话，甲伊讲，我白免叫你唱宜兰的歌啦吼。嘿啊，阿迪啊，阿迪啊，唱宜歌啊。兰的歌唱者，好啦，安尼就差不多啊，收尾啦。好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。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